如果您已经超过60岁，有时会觉得脚步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健，请听完这支影片，如果忽略了，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步伐，就会让您的生活永远改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获得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一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位70岁的婆婆早上独自去市场买菜，走在熟悉的巷子里，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脚步有些飘忽不定。她心想，可能只是昨晚没睡好。但就在转身要上阶梯时，一个重心不稳，整个人往前跌倒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而是每天都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每3位65岁以上的长者中，就有1位每年至少跌倒一次。跌倒已经成为60岁以后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首要原因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许多长辈跌倒后，不只是身体受伤，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恐惧，从此不敢再自己出门，不敢爬楼梯，甚至连在家里走动都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活品质大幅下降。但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跌倒并不是因为您变老了，变虚弱了，而是因为我们走路的方式已经偏离了身体本来的自然状态。我们的身体其实一直在发出警讯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。今天我将与您分享6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走路习惯。这些习惯不需要您做任何激烈的运动，不需要特殊的器材，只需要一些小小的改变，就能让您重新找回稳健的步伐，重拾自信。最重要的是，让您可以继续过着自主、安全的生活。这不是要您变成运动员，而是要重新学习，聪明地迈出每一步。让我们一起开始这趟找回稳定平衡的旅程吧。首先，让我解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：您的身体并没有老化到无法维持平衡，而是负责平衡的系统被我们遗忘了、忽略了。我们的身体有3个非常精密的系统在维持平衡，它们就像3根支撑身体的柱子，缺一不可。第一根柱子是视觉系统，也就是我们的眼睛。眼睛帮助我们看清楚前方的路，判断距离，辨识障碍物。第2根柱子是前庭系统，位于我们的内耳深处，它负责感知头部的位置和移动方向，就像飞机上的陀螺仪一样精准。第3根柱子是本体感觉，这是从我们的脚掌、肌肉、关节传送到大脑的讯息，告诉大脑我现在站在哪里，重心在哪里。当我们长期缺乏活动，或者走路时习惯性的低头看地面，大脑接收到的讯号就会越来越少，逐渐失去对身体的精确控制。就像一条原本畅通的高速公路，因未长齐眉，有车辆行驶，慢慢地长出杂草，出现裂痕，最后变得无法通行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会觉得脚不听使唤，好像脑袋和脚没有连在一起的原因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发现，哈佛健康出版社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指出，只要每天用正确的姿势走路10分钟，就能在短时间内降低30%的跌倒风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您的身体其实还记得如何保持平衡，只是需要被重新唤醒。无论您现在是70岁、80岁，甚至更年长，您的神经系统依然保有是因何学习的能力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科学。我们不是变弱了，只是需要重新启动那些沉睡已久的能力。接下来，让我逐一告诉您这6个关键习惯。第一个习惯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却最重要的习惯，抬起头，眼睛看向前方。您可能会想，这有什么难的？
我当然知道要看前面啊。但事实上，当我们观察长辈走路时，会发现大多数人都习惯性的低头看着地面，生怕踩到什么东西，怕走歪了。这个看似谨慎的动作，其实正是失去平衡的最大原因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维持平衡的讯号有高达80%来自于眼睛和头部的位置。当您低头看地面时，头部的重量会让您的重心往前倾，身体为了不跌倒，会不自觉地用更多力气去对抗这个前倾的力量，结果就是全身紧绷，步伐变得僵硬，反而更容易失去平衡。老年物理治疗期刊在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清楚指出，将视线保持在远处的高度，可以在训练的前2周内明显改善姿势调整的反应能力，这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。当您的眼睛看向远方，头部自然挺直，整个脊椎呈现最稳定的排列，重心就会回到身体的正中央，这时候走起路来自然又轻松。那么该如何练习呢？方法非常简单，首先找一面墙壁或一张稳固的桌子站在旁边，这是为了给您安全感，然后开始慢慢的走路，记得眼睛要看向前方，大约2到3公尺远的地方，视线保持在与眼睛平行的高度。如果真的需要看地面，不要整个头低下来，只要用眼角的余光稍微瞄一下就好。每天练习3到5分钟，您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本觉得走路不稳的感觉，竟然慢慢消失了。这个习惯会带给您一种久违的自信感，让您不再害怕每一步的迈出。记住这句话：眼睛看远，头部挺直，身体就稳。这是找回平衡的第一把钥匙。第2个习惯，让您的双手自然摆动，跟随身体的节奏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您有注意过自己走路时手臂的姿势吗？许多长辈因为害怕跌倒，走路时会不自觉地绷紧全身，双手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，或者紧紧抓着什么东西。这个全身戒备的状态，反而让身体失去了最自然的平衡机制。当我们的手臂自然摆动时，身体会产生一种对称的节奏。右脚往前时，左手自然往前摆；左脚往前时，右手跟着摆动。这不是刻意设计的动作，而是人体与生俱来的协调模式。这个摆动能够减轻脊椎和髋部的负担，让每一步都更加省力、更加稳定。梅约诊所在2020年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，正确的手臂摆动可以在行走于不平整地面时提升15%到20%的身体稳定度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，但在关键时刻，这15%可能就是跌倒与站稳之间的差别。那么该如何练习呢？首先，站直身体，让肩膀放松下来，不要耸肩，然后开始慢慢走路。当您的右脚往前踏出时，让左手自然地往前摆动；左脚往前时，右手跟着动。不需要刻意用力摆动，只要轻松自然地跟着节奏就好，就像您年轻时走路的样子。刚开始练习时，您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协调，甚至需要在心里默念右脚、左手、左脚、右手，这很正常。因为您的身体已经习惯了紧绷的状态，但请给自己一点时间，通常只需要几天的练习，您就会重新找回那种自然流畅的感觉。这个习惯会带给您一种舒适感和亲切感，让您重新感受到，原来我的身体还是很灵活的。记住，身体有节奏，步伐有节奏，生活也有节奏，让我们把这份节奏找回来。第3个习惯，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让脚掌驻地，从脚跟到脚趾的流畅滚动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忽略的动作。许多长辈走路时，会整个脚掌同时平贴地面，或者用脚尖先驻地，这2种方式
都会让身体失去吸收冲击力的能力，增加膝盖和髋部的负担，也让每一步都变得不稳定。正确的步伐应该是这样的：脚跟先轻轻接触地面，然后重心慢慢移动到脚掌中央，最后用脚趾轻轻推动身体往前。这个从脚跟滚动到脚趾的过程，就像一个柔软的蛋黄，能够缓冲每一步的冲击，保护关节，同时让身体保持最佳的平衡状态。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结果非常令人振奋，脚跟到脚趾的走路方式可以在3周内提升35%的平衡稳定度。这不是小数字，这是实实在在的改变，是可以让您重新掌控身体的力量。那么该如何练习呢？建议您在家里练习时，可以赤脚或穿着平底鞋，站在墙壁旁边，以确保安全，然后开始慢慢走路，每一步都要有意识的感受，脚跟先轻轻触地，然后感觉重心像水一样从脚跟流向脚掌，最后从脚趾推出去。刚开始可以走得非常慢，每次只走10步，一天练习3次就够了。重点不是速度，而是让身体重新学会这个自然的动作模式。您会发现，当您用这种方式走路时，整个身体会变得更加协调，更加放松，膝盖和腰部的压力也明显减轻了。这个习惯会带给您一种踏实感和掌控感，每一步都像流水一样顺畅，不会有突然的停顿或摇晃。记住这句话，每一步都要流畅，如水不绊倒，不摇晃，稳稳当当。第4个习惯，稍短步伐，让身体保持在重心附近。这可能会让很多长辈感到意外，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走得快、步伐大，才代表自己还很健康，还很有活力。但事实上，对于年长者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解。当您的步伐过大时，每一步都会让身体的重心离开稳定的位置，向前伸得越远，身体就越容易失去平衡。特别是在转身、上下楼梯或者地面不平的时候，大步伐会大幅增加跌倒的风险。相反地，如果您保持较短的步伐，重心就会一直维持在髋部正下方，这是身体最稳定、最安全的位置。哈佛医学评论在2019年的研究中提到，年长者采用较短的步伐行走，可以降低40%失去平衡的风险。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善，而且实施起来一点都不困难。那么该如何练习呢？您可以在家里的地板上用胶带贴出一条3公尺长的直线，然后沿着这条线走路，确保每一步的长度大约只有40到50公分。这个距离大概就是您一只脚的长度多一个点。走的时候记得保持呼吸平稳，不要低头看地面，视线依然保持在前方。刚开始您可能会觉得这样走路太慢了，不够快，但请相信我，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。当您习惯了这个步伐后，您会发现自己走路时更加轻松，更加自在，再也不会有那种脚步追不上身体的慌张感。这个习惯会带给您一种安全感和自我掌控的能力，让您知道我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每一步。记住这句话，走慢一点，但稳健一辈子。速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一步都踏实，都安全。第5个习惯，启动您的核心肌群，这股隐藏在身体深处的力量。当我说核心肌群时，很多人会以为我在说腹肌以位，这是年轻人练出6块肌的那种训练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核心肌群指的是包围在您腰部、背部、骨盆周围的一整圈肌肉群，它们就像一条天然的护腰带，保护您的脊椎，支撑您的身体。当我们走路时，如果没有轻轻收紧核心肌群，腰部就会往前塌陷，背部承受过大的压力，整个人会变得不稳定，容易摇晃。
特别是在转身、弯腰或者需要快速调整姿势的时候，没有核心支撑的身体，就像一根没有根基的竹竿，随时可能倒下。美国老年医学会在2022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，在走路时轻轻收紧腹部肌肉，可以减少25%在改变方向时摇晃的几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当您需要转弯、闪避障碍物时，您的身体会更加稳定，反应也会更快。那么该如何练习呢？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首先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在吐气的时候，想象您的肚子轻轻地往内收，就像有一条无形的绳子，轻轻把肚脐往脊椎方向拉。注意，这不是用力憋气，也不是让自己全身僵硬，而是一种轻柔的、持续的收紧感。当您走路时，试住保持中青筋收紧的感觉，刚开始可能只能维持几秒，中没关系。慢慢练习就会越来越轻松。建议您每次走路5到10分钟，一天练习2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您会发现这个动作变得越来越自然，最后甚至不需要刻意提醒自己就能做到。这个习惯会带给您一种力量回来了的感觉，让您重新体会到身体的强壮。记住，您的身体不是变弱了，只是需要被重新唤醒。核心肌群就是那把藏在体内的钥匙，等着您去开启。第6个习惯，学会观察光线和地面，用大脑保护自己。跌倒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肌肉力量不够，更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来不及察觉障碍物。您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走在熟悉的走廊上，突然被一个阴影吓了一跳，或者没注意到地上有个小小的高低差，结果差点绊倒。这不是您的错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周边视觉媒有被充分训练和利用。周边视觉就是眼睛除了正前方之外，两侧和下方的视野范围。很多长辈习惯只盯着正前方看，却忽略了周围环境的变化。但其实，如果我们能训练自己在不看的情况下看见，也就是用周边视觉去感知光线的变化、地面的花纹、物品的位置，我们的大脑就能提前做好准备，在遇到危险时更快做出反应。耶鲁大学是绝育老化实验室在2020年的研究发现，训练观察光线和地面的习惯，可以让年长者在绊倒前的反应时间提早3秒，不要小看这一3秒，在跌倒的瞬间，这短短的时间可能就是稳住身体或摔倒的差别。那么该如何练习呢？建议您在有自然光线的走廊或房间里练习走路。走的时候，不要只是机械地往前走，而是要开始有意识地观察，注意光线如何从窗户洒进来，地板上的花纹是什么样子，家具摆在什么位置。您可以在心里默默地说，看见地面了，看见光线了，感觉很安全。这个练习的重点是让您的大脑重新建立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度，让您在行走时不只是走过去，而是感知并且走过去。久而久之，您会发现自己对空间的掌握变得更好，对潜在危险的察觉也变得更敏锐。这个习惯会带给您一种主动掌控的感觉，让您觉得这个空间是属于我的，我了解它，我掌控它。记住这句话，眼睛张开，心保持平静，每一步都稳稳当当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6个习惯：抬头看远方，让手臂自然摆动，用脚跟到脚趾的方式，
踏步、缩短步伐、启动核心肌群，以及学会观察环境。这些习惯都不需要您做激烈的运动，不需要特殊的器材，只需要您的意识和坚持。现在，请您闭上眼睛，想象这样一个画面：某个晴朗的早晨，您走出家门，阳光温柔地洒在身上，您的步伐轻盈而稳健，每一步都踏实，都安心。您不再害怕跌倒，不再需要时刻紧张。您可以自由地走到想去的地方，去市场买菜，去公园散步，去拜访老朋友。您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，重新拥有了那份自在和自信。这不是梦想，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未来。只要您愿意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花一点点时间练习这些习惯，您的身体会用它的改变来回报您。您不只是在学习如何走得更稳，您更是在找回生命的尊严和自主权。我想请您做一件事，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同样担心跌倒、同样希望走得更稳的长辈们，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每一步。也请您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现在走得更稳了。这句话不只是一个留言，更是您对自己的承诺。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带给您更多实用的健康建议，让您每一天都能走得更安心，活得更自在。记住，走路走得正确，就能活得长久，活得有自信。让我们一起稳稳地走向更美好的每一天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